以早咱台湾互当作是诈骗的天堂，若真好骗，若掠着嘛判真轻。也毋过即摆无遐尔好食困咯。去年的4月大幅度受罚，打来诈骗集团上悬判10年，并可罚金1亿。伫咧执行进程还阁强制工作3年。若是未成年的车手，父母都还阁连带来赔偿。你想回到台湾去被受审，还是在大陆？ 当然是想回台湾。你为什么想回台湾，不在大陆呢？判刑可能会比较轻。电信诈骗的台湾嫌犯讲出心内上个真实的想法，这是2016年爆发肯亚诈骗案内面，中国公安发现未少累犯伫台湾，互人判过刑，出狱后继续骗。长官，你是不是去过印尼？上次呢，就是在印尼，就是你抓的我。 诈骗集团嫌犯掠了个放了个掠，因为法令的关系，和台湾的警方嘛真无奈。很不容易抓到人，移送法办，结果在法院大部分都是交保，相同做诈欺的，然后被我们移送了以后，出来经过1个月，我们才抓到的时候，他们还是一样。 2016年的肯亚诈骗案本来爱遣返回台，嫌犯和中国抢先掠登去受审。 就是中国官方认为台湾的刑期伤轻，这嫌犯根本就袂惊。44嫌犯被中国扣押留伫当地受审，判决的结果上重的被判12年的有期徒刑。为什么国际上会认为台湾是诈欺天堂？以2015年印尼巴厘岛的电信诈欺案为国外引渡登来台湾33个台湾嫌犯，犯至少11个诈骗案，不过当时无采取一罪一罚，11个案件拢总做伙判。 敢若处2年以下徒刑，连当时办案的刑警拢感觉上轻。太轻了！你看，你骗了这么多人，他骗了大陆的，其实已经他骗的是人民币哦，是人民币，金额大概是到上亿。 因为台湾去年已经针对跨国犯罪修法无罪推论主义，当然我们就要先释放。但是现在我们修法了105年，我们是修成保护主义。当我们有足够的法律的依据，我们有司法的优先权，当然我们就可以来办。2014年修法进程，不管骗偌济，上当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拘役并可1000块以下的罚金。因为修法以后，跨境犯罪会使加重诈欺罪，会使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加上2017年新增加组织犯罪条例，新增加3人以上的集团实施强迫胁迫、诈术、恐吓为手段，主要是持续性、暴力性的结构性组织，主谋上个悬会使处10年以下徒刑，1亿的罚金；将犯像车手，嘛会使处5年以下徒刑，2000万的罚金，外加执行前强制工作3档。 是有吓阻的效果，我觉得这些诈欺的犯嫌呢，可能脑子就是他的思维还停留在那个以前的那个时代。不过修法以后，问题敢真有解决？实务上来看，判了有较重，不过真的问题依然无法解决。中华民国的司法单位可能没有这样的权限去调阅这些国外的资料，那会变成没有证据去审判这些被告，导致这些被告可能因为证据不足而无罪释放。 只要被害人无伫台湾的法庭认罪，甲证据无伫台湾，基本上真难认定有罪，这嘛是跨境诈骗的一个盲点。这些被告究竟有哪些被害人可以起诉他，也会因此证据不足。远警冲入机房，嫌犯行甲无地味，未经反应过来就被掠条了啊！诈骗集团内面的成员上界基层的，就是负责领钱的车手，真侪拢是未成年，千万唔通当作免负责任。 在20岁之前，那你譬如说你诈骗人家100万，或是车手带领人家的账户100万，然后这是未成年，你家长你就要负责这损害的赔偿，车手的父母，然后自己家里都已经很难过了，然后还要再赔偿这个损失。就算掠到首脑，大部分拢无财产，无都叫伊赔。 透过法院也胜诉了，但这张判决呢，只能当作壁纸，只能当做一个债权凭证。说我对手机警一点就好。律师建议讲，被害人会使透过刑事诉讼以和解换被告刑责减轻，将犯罪所得缴回。因为这款的状况一般出现在经济犯身上，跨国诈骗危害国家形象，免怎解脱？除了行动有加重恐惊，嘛要让这罪犯真正受到法律的制裁。